感谢主，咱做伙来敬拜咱的上帝。全地就向耶和华出欢喜的声，恁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恁着来到伊的面前，恁着耶和华，上帝，伊是伊创造的，咱是伊的，咱是伊的百姓，也是伊草场的羊，着用感谢入伊的门，用懊恼入伊的院，着感谢伊，懊恼伊的名，因为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到永远，伊的信实到万世代。这时，咱来吟圣诗来懊恼上帝。圣诗第26首，圣诗第26首。但愿感谢上帝，请起立，咱来吟全首。当
咱有缘徛伫用书读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玛利亚出世，伫本场壁倒人来受苦，顶十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搭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边，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过公堂的教会，圣道的上土，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诚济，这是咱同心来启应启应文第37篇，启应文第37篇，也是箴言第23。免着咱来交托。我的囝，你的心若有智慧，我的心会真欢喜；你的嘴若讲正直，我的心会真快乐。毋通心善歹人，着不时敬畏上主，将来一定有盼望。你的盼望袂无去。我的囝，着听着有智慧，互你的心行正直的路，着听趁生你的老爸，你的老母老的时，嘛毋通看轻伊。着买真理，毋通卖。嘛着买智慧、教示、甲明理。正直的人的老爸会大快乐。人生着智慧的囝，会因为伊大欢喜。着互你的父母欢喜，互生你的老母快乐。我的囝，着将你的心交托我。目睭着注意看我的道路。这时，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在这母亲节的主日，我们是代祷者，我们是守望者，我们要一起来为天下的母亲，或者是教会属灵的母亲及长辈，我们为他们来祷告，来守望。亲爱的上帝，感谢你透过母亲孕育并祝福我们的生命。当他们奔波于生活各个现场，如旋转的陀螺时，求你成为他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时常引导他们在每个大小的抉择，施下各样的供应，使他们在干旱之地心满意足，骨头强壮，如同水流不绝的泉源，又医好他们的伤心，裹好他们的伤处，使他们的心灵得以茁壮，能够喜乐满意，并满得你丰盛的慈爱与平安。主，我们相信天底下的母亲给家庭带来很大的帮助，母亲对教会来说也是何等的宝贵，对神国度更是何等的尊贵。因此，我们知道，我们也相信，他们常常成为仇敌攻击的对象，攻击他们的身心灵，甚至攻击他们的家庭。所以，我们今天全心全意的依靠主，我们要为他们来祷告，来守望，求主来帮助他们。圣经上说：“你们要靠着主，
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让每一位依靠神的大能大力，让他们都成为刚强的人，而且能够穿载全副的军装。主啊，求你保守他们。若是他们有疾病的，主，求你医治他们。他们年老，或许生重病，甚至癌症，求你在今天的母亲节的时候，伸出你的手，使他们的疾病完全得医治。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让他们在磨难的日子能够依靠主，能够站立得住。求你保守他们，医治他们。主啊，我们仰望你，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是咱同心来领受上帝话，记载到出埃及记第2章第1甲第10节。我用现代台语汉字来读。有一个利未记族的查甫人，带共记族的女子做某。这个妇人人怀孕生一个后生，看伊真古水，就甲伊创3个月日。后来妇人人无法度妇人人无法度搁创，就摕一个蒲草做一个篮仔，用点仔胶加柏油，糊互因袂涉水，将鞋仔放伫内面。后来将篮仔放伫尼罗河边的芦苇中间，椅仔的大姊徛伫远远的所在，爱要知影会拄着啥物代志。埃及王的查某囝来到尼罗河边要洗身躯，伊迄个宫女伫河边行来行去。公主看到芦苇中间有一个篮仔，就找宫女去摕迄个篮仔。伊家己拍开，看到鞋仔，查甫囡仔你好，伊真毋敢讲，这一定是西伯来人的囡仔。囡仔阿姊对埃及王的查某囝讲：“我来为你伫西伯来妇人人的中间找一个尼母。”甲你要这个囡仔好无？埃及王的查某囡仔应讲：“好，你去。”查某囡仔就去叫婴仔的老母来。埃及王的查某囝甲这个婴仔的老母讲：“你甲这个婴仔抱去养，我会互你工钱。”妇人人就甲这个囡仔抱去，甲伊养。这个囡仔大汉，妇人人伊带去埃及王的查某囝，埃及王的查某囝就收这个囡仔做囝，甲伊号名叫做摩西，讲我甲伊对水里救出来。现在我用和合本再念一次。有一个林默家的人娶了一个林默女子为妻，那女人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见他俊美，就把他藏了3个月。后来不能再藏，就取了一个蒲草箱，抹上柏油和树脂，将孩子放在里面，把箱子搁在尼罗河边的芦荟中。孩子的姐姐远远站着，要知道他究竟会怎么样。法老的女儿来到尼罗河边洗澡，她的女仆们在河边行走。她看见在芦荟中的箱子，就派了一个使女把它拿来。他打开箱子，看见那孩子，看男孩在哭，他就可怜他，说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孩子的姐姐对法老的女儿说：“我去叫一个希伯来妇人来做奶妈，替你乳养这个孩子好吗？”法老的女儿对他说：“去吧。”那女孩就去叫那孩子的母亲来。法老的女儿对他说：“你把这孩子抱去，替我乳养这个孩子，我必给你工钱。”那妇人就把孩子接过来，乳养他。孩子长大了，妇人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就做了他的儿子。
他给孩子起名叫摩西，说：“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愿上帝话真做咱的智慧甲帮助，只是请社青团契来学咯。要学咯的歌是“妈妈有你真好”。阿母的头毛是上帝画种的手，少年胭脂点粉水当当，老来头毛苍苍白涩涩，咱唔通甲伊嫌，伊的头毛是上帝画种的手。阿母的头毛是上帝疼痛的手，经过最最艰苦的日子，时间拢总写伫头毛顶，咱唔通甲伊嫌，伊的头毛是上帝疼痛的手。阿母的头毛是上帝予咱大汉的纪念，咱唔通甲伊嫌，上帝爱咱甲伊惜命命。阿母的头毛是上帝予咱大汉的纪念，咱唔通甲伊嫌，上帝爱咱甲伊惜命命。头毛，头毛，阿母的头毛是上帝疼痛的手，经过最最艰苦的日子，时间拢总写伫头毛顶，咱唔通甲伊嫌，伊的头毛是上帝疼痛的手。阿母的头毛是上帝予咱大汉的纪念，咱唔通甲伊嫌，上帝爱咱甲伊惜命命。阿母的头毛是上帝予咱大汉的纪念，咱唔通甲伊嫌，上帝爱咱甲伊惜命命。这时，咱请林耀新牧师来讲道，要分享的题目是母亲的影响。咱时间交予牧师。兄姊平安。咱因为疫情的关系，这个升温吼，所以咱教会不得不爱对5月2号开始来暂停所有的这个实体聚会，一直到5月底。嘛建议咱各团契小组，若是通也会通采用这个线顶的聚会方式，
互咱游玩会通安尼有继续过着即个团契的生活。今仔日是母亲节，大先要来祝福咱所有遮做母亲的安尼遮姊妹安尼会通甲所有的遮资深美少女吼母亲节快乐！伫咧还未分享进前我先咱先来看一段的即个影片。My mom would be at all my sporting events. Let's say I was playing football, okay? My mother would be on the sidelines, and if the play on the field started going one way, my mother would run along like, Mark, get him, get him! I'd be like, oh my gosh. I'd get in the huddle with the other guys, they go, Mark, is that your mother? I go, no, I never saw her before in my life. See, the greatest gift my mother ever gave me, she believed in me. I have overdosed on drugs on 3 occasions where I should have been dead. But I believe I was kept here for a reason. You show me your friends, I will show you your future. How do I know this? I hung out with losers, and I became the biggest loser of them all because I gave up everything I dreamt about as a little boy because of who I chose to surround myself with. My friends would drive me home at 2, 3, 4 in the morning. We'd be drunk and high, laughing in the car. We'd pull up in front of my house in New York. They go, Mark, the light's on. I go, oh man, my mother's up. See, my mom wouldn't go to bed until she knew her son was still alive. I'd walk in, she'd say, hi, Mark, how was your night? I go, it was good, Mom, I'm just gonna go to bed. She goes, can I talk to you for a minute? I go, Mom, I'm tired, I'm just gonna go to bed. She goes, Mark, I haven't seen you all day and all night. Can I please talk to you? I said, man, just leave me alone. You bug me. I'd slam my bedroom door on the one person who believed in me. I was on a worldwide tour and we were wrestling overseas in Japan. After my wrestling match, I went upstairs in my hotel room and I fell asleep. There was a knock at my door at 3 o'clock in the morning. I got out of bed and I looked through the safety window and I could see it was a Japanese promoter. So I opened the door and he said, Mark, you need to call home. There's been an emergency. I went and got on the hotel room phone. I called back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said, hey, what's going on? They said, Mark, I don't know how to tell you this. I said, just tell me what happened. All of a sudden they started crying. They go, Mark, I can't tell you. I said, just say it. They said, Mark, your mother died. I just threw the phone down. I ran out of my hotel room. I took the elevator to the lobby, and when the doors opened up, I just ran out into the street. I mean, there was no cars, there was no people. It's 3 o'clock in the morning. And I walked down the middle of a street in Hiroshima, Japan, and I remember looking up and just saying, Mom, I am so sorry. I flew home for her funeral, and I was so nervous to walk up to her casket, so I just stood way in the back. And I kept looking from a distance. I kept thinking to myself, Mom, please wake up. Please get up. And then I finally got the nerve to walk up to her. And as I got closer, I could see my mom for the first time. I mean, she was so beautiful. She was dressed in white. I mean, she looked like an angel. And I just stood over and I said, Mom, you are my hero. Everything I am, everything I hope to be was because of you. You loved me so much, you gave me a life. You're the only one that ever believed in me. How did I repay her? By getting drunk, by getting high, by getting stupid, by hanging out with losers? For what? All she ever wanted to do was talk to me. I wish I could talk to you now, Mom. I wish you could see what I'm doing. Why couldn't I have been a better son? We are defined by our choices. But if you surround yourself with people involved in drugs and alcohol and pills, it's a dead end. I'm not here to preach to you. I'm here to tell you I lived that life. It leads to broken hearts, broken relationships, broken dreams, and death. For what? To get high? If you have a mother or a father, when you go home, tell them how much you love them. See, my whole life was about being rich and famous. I had to be a millionaire. I had to win the race. I
I had to win the race, the expense of my marriage, my family, my friends, for what? To be all alone in the world? I learned what is truly important, and that is how precious this gift of life is, and our families, and how quickly it can be taken away. See, I no longer live in time, I live in moments. See, it's not what's in your pocket that matters, it's what's in your heart that truly matters. Love is just a word until somebody comes along and gives it meaning. You're the meaning.当咱看完这段的这个影片，我唔知咱有啥物款的感受。若是咱的老母还阁伫地，是有人是父代母职，请一个礼拜后来伊讲妈妈我爱你，是讲爸爸我爱你。不管咱的老母是毋是还阁伫地。互咱拢会通安尼来着咱的天父，来安尼献上咱的感恩，因为伊赐互咱每一个人安尼拢有一位妈妈，有人甚至还阁有干妈，是甚至嘛有即个养母，等等遮个，遮个人拢是上帝互咱一个真特别的恩典，也就是即位真特别的人，伊影响着咱每一个人的一生。毋管咱的母亲伊有偌尔大的迄个成就安尼好不好？咱安尼先大声来献上咱的感谢，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伫你安尼生的主日，阁是即个母亲节，主，阮要阁一摆大声来献上阮的感谢。主，你有赏赐阮逐人有对你来所赏赐遐尔大恩典，赏赐阮逐个人拢有一个妈妈，互阮会通伫阮的一生内面，因为即个真特别的人物，伊来影响着阮的一生，也互阮的即个一生，因为主你的疼照着老母。来到伫阮的身上，互阮的人生充满了意义。但愿你施恩大大施恩伫阮所有遮个做母亲的，互阮遮个做母亲的遮个姊妹，不管伊是阮肉体的妈妈，是属灵的老母，主你拢。施恩赐福伫阮所有遮个姊妹顶面，互阮真正对主你安尼领受安尼的疼，照着阮的老母安尼会通，互阮毋但得到成长，也要对主你来领受对主你来的疼。愿你大大施恩伫阮所有遮个做母亲的，互因安尼过来的日子。有对主你来满满的平安甲喜乐，因为看见阮所有遮个做囝儿的，因心来得到安慰。愿你大大来安尼安慰阮所有遮个做老母的心，愿安尼恳求祈祷，拢上个做出基督圣名，阿免。今仔日咱的即个经段内面所领受即个经段内面是一个是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这个领袖摩西伊的即个出世甲着伊的即个受养的即个记载。伫咧即个经文的内面有3位真伟大的即个女性，影响着即位带领着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即个领袖。第一位就是摩西的即个生母约基别。第二位就是即个埃及。即个法老的即个查某囝，第3位即个法老的查某囝，伫咧经文的记载内面，咱拢毋知影伊到底叫啥物名吼。
第三位就是即个摩西的姐姐，吼，伫咧经文内面敢若写着讲叫做囡仔的姐姐，吼，咱敢若只有到伫即个出埃及记第15章，咱才会知影伊的名就是叫做米利暗。伫咱今仔日的即个经段的即个背景内面，是因为约瑟安尼去到伫即个埃及，后来做到宰相，后来即个埃及以及一个规个迦南地拢拄着迄个饥荒，佮即个饥荒的时间犹原抑阁真久真长，直到落尾手约瑟邀请着伊的老爸雅各带着全家族来到伫即个埃及的所在。后来约瑟甲着伊迄代的人拢死了，安尼以色列渐渐伫咧埃及安尼生团济甚至会通讲叫做安尼真强盛，甲安尼讲遍满了全地。落尾手有一位即个无熟悉约瑟的即个新的王起来统治埃及，所以伊就对家己的即个百姓讲即以色列百姓安尼遐尔济，佮比咱较强盛人口比咱较济，咱需要安尼用到一个安尼迄落讲迄落奸计技巧的来迄落计谋来对待因恐惊了，因为因增加，若有战争的时阵，因若联合咱的即个对敌来攻击咱，就来离开即个所在，就开始来安尼虐待即希伯来人以色列人，无拍算即个。安尼，迄个用着即个劳役伫遐来苦待因，结果愈苦待因，互因煞哪增加啦？直到安尼生团搁较济，直到即个埃及人搁较安尼讲搁较愁烦所以就决定讲好，王就命令安尼杀即个查甫婴，哪会使？结果连即个计谋嘛。互迄个接生婆来甲伊迫害，落尾手即个迄个法老王就吩咐讲，安尼就将即个所有新生的每一个查甫婴拢等入去尼罗河内面，只有干那互所有的即个查某囡仔安尼活下。伫咧即个所在，伊所讲的是对所有任何一个埃及人所讲的。就是埃及人，因只要若知影希伯来人所生的囡仔是查甫婴，就拢会用将这个囡仔来甲等在尼罗河内面。这个时阵，利未支族的一个查某囡仔，但伊嫁互共支族的人，结果生一个后生。伊伫迄所在看这个囡仔安尼真水，就安尼真毋甘来照王的命令。就将即个囡仔安尼藏3个月，但是咱嘛知影囡仔会有哭声，会有做这个造成有迄个安尼讲，迄个一寡震动的声音，会直到会引起即个埃及人的注意，所以实在是已经藏袂牢，所以伊就照王的命令，将即个囡仔来甲伊等在河的内面，只不过是干那是藏伫咧即个蒲草。所做的即个箱仔内底，抹着即个点加着即个咱讲树脂将即个囡仔藏伫咧即个篮仔内面，将即个篮仔来安尼藏伫咧即个尼罗河边的即个芦苇的即个中间。咱知影伫咧尼罗河即个河安尼即个河畔有真侪即个浅水的所在，安尼会生着侪即个芦苇所以，若将即个篮来甲藏伫咧即个河边的即个芦苇的内面的时阵，实在是会通安尼对即个囡仔安尼会通做真好的即个保护，甲着即个稳重。甚至佫会使安尼即个囡仔若咧哭的时阵，无人会听见佫老母嘛有照王的命令，甲伊等伫咧即个河的佫会通安尼偷安尼去甲伊。为即个食物，若毋是即个法老的命令，我想无
老母会甘来放杀伊的囡仔，但是无想，咱会通讲无想到的，就是即个法老所想要消灭的即个查甫婴，却伫咧即个埃及的即个宫殿内面来得到收养甲安尼有一个安全的地位。上帝安尼竟然使用即个法老的查某囝来违背伊老爸的即个命令。伫咧中间，安尼当伊拍开着迄个箱仔的时阵，安尼迄个囡仔，安尼囡仔认真讲，拢会加减，因为即个箱仔安尼囡仔甲伊砍咧，砍挂甲砍咧，所以挂一拍开时有光线，搁嘛会着青惊，所以即个婴仔就开始哭。哇！即个安尼埃及的公主就伫咧所在安尼可怜伊。佮马上知影讲这一定是希伯来人的查甫婴，但是伊也无法度真光明正大来将即个囡仔来接到伫宫中来甲伊请养，佮伊无经过生产，所以伊嘛无法度来安尼来请养即个婴仔，所以伊需要有可能伊需要有咱讲一套说辞，来互即个未来。才有法度安尼，即个囡仔来带入去即个宫殿的内面。所以，咱会通看见有侪因需要去考虑的代志。今仔日伫咱的即个世代内面嘛共款。虽然讲咱这做父母的，咱可能袂拄着当初是埃及王因所拄着迄款安尼将囡仔放伫咧即个河里。是即个是讲像咱过去伫咧中国有迄个一胎化的即个政策确实有拄着迄款安尼讲安尼，当因安尼去怀上了第二胎是讲迄个安尼，因为第一胎毋是查甫婴是查某囡仔，就采取迄个堕胎的方式来将即个囡仔即个。胎儿的即个性命来甲伊结束，安尼例咱拢捌听过。搁有诶是安尼伫咧无畸胎的即个过程内面来怀孕，来选择咱咧讲堕胎，是讲生落来却是无能为力来请养即个囡仔，甚至将一个囡仔安尼放伫咧即个公园的内面，是伫咧孤零零的即个门口就算讲，亲像咱最近即个俄乌的战争，咱会通看见伫新闻内面嘛有看见安尼的新闻，就是安尼有拄出事的即个婴仔就伫咧即个战争的内面来互人炸死。另外，咱也会通看见有一寡遮的父母伫咧咱的四周围，咱甚至咱有当时咱嘛会去看见，就是因为因伫咧工作顶面非常的无用，是讲因家己安尼自身安尼沉迷所以就将沉迷啥物？沉迷伫咧3C的产品内面，所以因嘛将即个家己的囡仔交互即个3C产品来甲因照顾。那用安尼来看的时阵，咱会通看见讲这嘛是一种某一种的弃用。只是毋知影讲，即个囡仔安尼，敢有机会通亲像即个法老的查某囝共款，安尼因安尼看见着即个囡仔伫遐咧哭的时阵，就可怜伊，来伸手来怜悯伊，来照顾，甚至来收养，安尼无法度得到照顾，安尼即个囡仔。但是咱会通对咱的今仔日经文内面看见着。上帝的作为真正是奇妙可畏。伊创造女性安尼有迄款安尼真坚韧的迄款的个性。一个当安尼囡仔安尼需要咱讲通过迄个真狭窄的迄个产道来出世。妇女需要安尼忍着迄款安尼迄个痛苦，来将婴仔来安尼甲生出来。佮因为疼的缘故，因就无
行即个法老的迄款的权柄，迄款的命令，就将即个囡仔安尼来甲伊创3个月。煞接来，摩西的即个生母安尼看起来，那亲像是遵照着即个法老的命令，将婴仔安尼等伫咧即个河里，却是将婴仔放伫咧即个篮内面，安尼，咱讲摆在即个河边的即个的芦苇中间。搁较奇妙的是，竟然是互迄个压迫者的查某囝来收养伊所想要消灭的人。这并毋是，搁安怎？搁上迄落，搁互即个安尼有迄个母性的迄个疼爱，即个来递到互即个法老的查某囝，即个公主收养伊安尼老爸所要消灭的人。这是一个咱真恶得想象的代志。罗尾手即个囡仔的阿姊米利暗，佮真安尼，咱讲真事实，真拄啊好，安尼拄好着时，安尼来鼓起勇气。咱用想象讲，这埃及的公主若伫迄个尼罗河边伫遐洗身躯的时阵，会用想象讲边仔有偌济宫女围伫咧迄个中，即个查某囡仔。伊竟然有迄款的勇气，来赶紧的走来到伫即个公主的即个面前，来解决公主伊所拄着迄款真大的即个难题，就是无法伊看伊迄款的母性的疼，伊无法度容忍即个婴仔安尼继续留伫咧即个所在，伊决定要来请养伊，但是伊却是即个时阵伊可能无能为力，就伫咧即个米利暗。即个阿姊的即个提议内面，解决了米利暗甲着伊的全家另外一个上大的课题，就是即个伊即个小弟若要安怎活落去。咱会通看见的是伫咧即个经文内面，伊安怎讲？伊讲米利暗，伊伫遐所强调的是啥？伊讲互我来伫希伯来妇女的中间来叫一个尼母，好无？伊毋是讲我来叫即个囡仔的老母，好无？伊用着安尼真奇巧的方式来安尼暗示着即个安尼迄个埃及的公主会通来接受一个希伯来妇女来安尼要即个婴仔。米利暗伊的心中的当然，咱会当真清楚知影，米利暗伊心中迄个真。拄好真你讲迄个人选，当然就是摩西的老母，这是咱通想象的。所以，即个婴仔的生母迄个约基别，毋若伊安尼解救着伊家己的囝，佫会通将伊的囡仔带转去到伫厝，伫遐公然来伫遐来请养，因为即个囡仔过来是要成做公主的囝儿。所以伊伫迄个所在，伊就无任何惊吓，会用真安全来请养即个囡仔，佫毋然呢，佫会通得到即个迄个代价。毋然呢，咱会通想象讲，虽然讲咱毋知影即个安尼，即个约基别即个即个生母约基别，伊伫咧请养摩西到底请养偌久？但是若照当时迄款安尼的迄个社会，通常婴仔差不多3岁来伫遐长龄，那较特殊的时阵，差不多是5岁。咱若是知影差不多撒母耳伊的情形，差不多嘛是共款迄款的情形，差不多就咱会用个想象讲，伫咱即个华人的即个过去内面，咱有安尼一个讲法，就是叫做3岁定终身。我毋知影咱捌听过无？所以咱会通想象讲，即个婴仔摩西，伊受到安尼允准，来互即个伊的生母，成做伊的尼母，伫咧伊的尼母的身边来伫遐请养。摩西甲着伊的即个亲生的爸母，有一段真长的时间伫遐安尼生活。摩西也会伫迄中间来认捌着所有希伯来人的所有的这文化，甚至伊的身份等等这的，
甚至包括着因希伯来人的迄个信仰，照着安尼，上帝照着一个真奇巧的方式，互摩西伫咧伊迄个真要紧的时间内面，来得到安尼照顾、成长，佮将伊原底本地伊的迄个文化，也安尼规个带入去伫咧即个细汉的即个摩西的顶面。佮过来，因就安尼接到即个囡仔安尼大汉了了，即个妇人人就将伊带到伫即个埃及公主的头前，来互伊做囝。咱能想象讲，伊原底本地伫咧即个埃及的奴隶的家伫遐受到安尼请养，伫遐学习即个希伯来的即个文化等等，佮包括信仰。当即个时阵，伊移到伫宫殿，差不多要40年久，伊伫遐来学习埃及人所有一切学问。咱通想象讲，古代迄个时阵做一个王子，伊毋那咱讲不但要能够文，也要能够武。所以上帝就安尼，互即个安尼要带领以色列人来出埃及的即个领导者，原底是法老所要杀的人。但即个时阵，伊确实伫咧宫殿内面，安尼受到即个领导人的迄款的训练装备，所以是超过咱人所会通想象的。佮迄个，咱会通对即个中间，就会通看见讲，影响到摩西互伊成做一个真出色的即个领导人，有真三个真重要的女性，拄好就是正拄好就是。即个摩西的即个生母约基别，甲着法老的查某囝，甲着即个囡仔的姐米利亚。所以我相信，咱逐个人拢会用同意，就是老母拢是咱每一个人的即个咱讲启蒙老师，也是影响咱安尼上深的人。其他咱所有在做姊妹。咱毋若是干那会通，咱毋若是干那诚做咱讲人的老母来咱讲教育，也是讲教养安尼培养迄个杰出的即个儿女安尼若定，咱需要的是更较应该来发掘咱的即个咱的儿女因的特质到底是啥物货，来放大囡仔因的即个特质，因为毋若是咱。因为这毋是干讲，因为是咱生的，更较是因为伊是上帝所赐，互每一个即个囡仔拢有无共款的迄款安尼恩赐，所以咱就应该好好来培养上帝所赏赐互因的迄款的特别有的迄款安尼的迄个恩赐，互即个囡仔会通伫咧未来将伊家己对上帝所领受迄款真特别的迄款的恩赐来甲伊发扬光大。其他咱所有即个兄弟姊妹，咱也应当会通其他咱每一个人，咱拢会通诚做人的属灵的父母。也就是咱毋若是干那带领咱的信徒安尼尔，拢毋是干那带领，乃是更较爱来陪伴咱的即个信徒，互因有一个真美好的迄款安尼的性命。佫毋若是安尼尔，若是佫是安怎？爱活出来，互咱的即个属灵的儿女，互因会通看，也会通来跟对。佫咱毋是干那带领因、陪伴因，佫较重要是，咱需要是爱来放手，来互即个属灵的即个儿女，互因有法度开始家己放手来，互因家己来行看卖啊咧。就较亲像咱伫咧安尼带着即个囡仔咧行路的时阵。因开始咧学行路的时阵，因是一步一步伫遐，咱做老母的、做爸母的是伫遐一步一步伫遐来陪伴因，安尼一步一步行。就算讲因安尼无拄好去绊倒，咱嘛会想象讲，咱做爸母的，就是伫迄个所在伫遐来鼓励因，赶紧的佫徛起来，会通安尼继续佫一步一步行，愈行愈。安尼运动，所以其他咱嘛会通伫咧，特别是伫咧即个母亲节，也搁一届来唤起咱所有众兄弟
咱需要来诚做侪人会熟，诚做侪人熟龄的父母，也叫期待咱会通安尼诚做因真美好的即个安尼信仰的典范，来影响因，互因真正毋是干那带领因、陪伴因，咱也会通放手，互因以后因伫咧未来，因也诚做侪即个信仰的即个同伴，诚做因的信仰的属灵的父母。所以伫咱的信仰内面，咱毋是干那只有安尼伫遐安尼干那摇，干那诚饲，咱是要互伊诚做一个安尼有路用的人。迄款的有路用，是照着上帝所定所咱讲所命定的，互即个细囡仔、细汉囝，互因安尼一路得到朋友。今仔日咱伫咧教会内面，咱也应该爱培养咱的遮个属灵的儿女，互因毋是干那伫遐食着属灵的安尼面安尼那尔，咱是要互因过来，因开始会晓食属灵的大牛，过过来放手，互因以后也会通一步一步正做遐个其他的人的遮个属灵的父母，就咱安尼。咱讲循环一代经过一代，一代经过一代，咱就要培养出侪遮个属灵的遮个勇士，搁咱也要诚做侪人的信仰的迄种有气力影响者。亲像今仔日伫咱的即个经文内面，即个约基别甲着法老的查某囝，甲着即个囡仔的姐姐同款，咱期待咱也伫咧特别是伫咧即个母亲节搁一届鼓励咱所有正兄姐，咱欢喜来安尼，诚做一个有影响力来影响侪人的生命，互因的生命来安尼得到上帝的祝福，恩典满满。咱同心来祈祷，恩典的主，我满心感谢你，祝你伫阮的生命中安排侪对阮安尼有影响的人。主啊，不管阮过去阮所受的影响是甚物，但求主你伫阮的即个生命内面继续来安尼帮助阮，也带领着侪遮个阮遮个对阮有影响力的遮个人，互因对主你领受对主你来的祝福恩典满满，也互阮所领受迄款安尼影响，阮会通也来，毋但阮的生命得到培养，阮的生命也要来诚做会通互侪人，因为阮所活出迄款的生命，来互侪人游玩，也得到培养，得到影响。主啊，当你伫今仔的经文内面，怎样差派着三个女性来影响着摩西？主你也伫阮的生命内面来差派侪人来影响阮，愿你亲自诚你的心意。也互阮一个伫咧过来的日子内面，阮诚做一个有影响力的人，影响侪人来，互因来归向伫主你，来归荣光伫主你，互因的一生拢掠主你最欢喜。阮安尼恳求祈祷，拢上个操作基督圣名，阿免。这时，咱来吟回应的诗，圣诗450首，圣诗450首，恳求上帝施阮祝福。请起立，咱来吟团首。Oh
侪，即时是咱的十米奉献。请起立。只是愿到你身边，感动妹妹受温暖。虽然无大家有情，愿你甘愿我所耶和华，你是天地的主宰，阁有荣光、威严、能力甲德性。天若伫天顶地下，拢是你所创造。耶和华，国是你的，万物拢对你来。你予人智慧、快乐甲性命，想事拢出伫你的手。阮的上帝啊，我愿感谢你，学劳你你极大的荣光。我是甚物，竟然会安尼奉献？因为我伫你的面前是出外人，是假开的。我伫世间的日子亲像影，无通望长长伫地。耶和华，阮的上帝啊，万物拢对你来，阮欢喜将你所赐的献互你。请坐。即时咱来感恩奉献。请为自己准备一个信封每次礼拜将所甘心乐意的奉献放在信封里在你方便的时候能够带到教会来如果你不方便，可以透过我们邮局的账号来进行奉献。阮伫天顶的爸啊，阮感谢你。虽然外口疫情上猛，毋过阮会当咧线顶嘛实体来做礼拜，阮真正感谢你。恳求你，你是医治的主，你也是创造的主。阮将所有殷勤拢摆在你的面前，恳求你的看顾，恳求你的引带，互阮会当伫你的行过即个疫情，当阮献出淡薄做教会的路因，求你感谢，阮安尼祈祷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请坐。这是咱来读本周的金句，咱先用现代台语慢来读。来，伊一个拍开，看到一个婴仔这查甫囡仔你好，伊真毋甘讲，这个一定是希伯来的囡仔。
咱来用和合本来预备来，他打开箱，看见那孩子，看哪，男孩在哭，他就可怜他，说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好，我们现在进行迎新的报告。好，报告事项。我们第一点啊，本主日为母亲节的主日，是和堂的礼拜，还有11的奉献。那祝福所有的母亲佳节快乐啊！请咱用感恩的心来奉献，来回应上帝恩典啊！因为今日开始到5月底啊，拢暂停实体的聚会啊，拢改为线上的礼拜。第二点，下主日是玉山神学院的奉献主日，那会派南澳地区的泰雅儿宗会和和平教会的曾义勇牧师来本会请安，还有报告证道。啊，我们请为这原住民的神学教育的关心跟奉献。第三，成人主日学将于5月底到7月，每主日的上午8点半到9点20开设信仰造就班，以信仰生活实践为主。上课地点在我们教育厅的地下室。我们会请到5分南传道担任上课的讲师请我们的兄姐能够踊跃的来参加。第四，申报所得税所需要的奉献证明已经放在我们的11奉献袋内，请弟兄姐妹自行来取回。第五点，那我们的何茂勇弟兄跟春雅姐妹的公子何恒义跟蔡佩珍姐妹。将于在6月18日上午10点，在台中的民族教会举行结婚感恩礼拜要前往参加的我们需要登记当天也会有游览车由教会来出发如果你想要前往的请向办公室来登记一律编排这个座位肢体消息七星中卫松联部5、6月的活动。逢疫情的高峰期全部能够暂停那视状况再重新开启有关代祷的事项，我们来看我们的牧会函注意事项再请过目那上周的聚会还有出席的奉献报告、侍奉、会计的部分我们请自行来看如果有错的地方，将向干事来登记好，我们现在进行我们的祝福的公祷。天父，我们恳求你，使疫情得以制止一切传染的疾病，让它不必要的扩散，并且有效的控制。我们向你来祷告。我们也宣告你是世界的光，我们寻求你，求你帮助政府及百姓们，在这段的时间能够有智慧的处理应变的措施和政策。求你将台湾能够藏在你的膀臂之下，能够祝福台湾的百业的经济能够不受影响，能够宣告你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的堡垒是我们的依靠，我们求主保护我们，拯救我们脱离一切的凶恶。我们也恳求天父施恩怜悯，保守因疫情感染的曾建民执事的全家，以及吕朝金的家庭，能够得着良好的医疗的照顾，健壮他们的肢体的免疫系统。祝福每位在第一线的医疗人员，使他们有好的体力，是他们每日需要的力气。亲爱的主，我们求你恩待我们国家的领袖、政党，能排除彼此的歧见，愿意共同分享资源，维护百姓的生命的健康与安全。愿我们懂得谦卑，能够回转，直到神施恩于我们。亲爱的主，确诊的人数越来越多，有时我们会听到对染疫者过度的恐惧，或是贴标签。
主，你所吩咐我们要怎样彼此相爱？面对这些染疫的兄姐、邻舍，求主提醒我们要有主的爱，使我们在主里爱没有惧怕，能在适时的给予他们的关怀。也求主也赐给我们关心戚友的智慧，知道如何将主的平安带给他们。圣经上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亲爱的主，感谢你赐下话语，允许我们求医治，就得痊愈；呼求，就得拯救。因此，我们的眼目更要的仰望你，在信心中祷告，因为你必将真正论、路人杰、曾碧山、林爱玲、陈晨阳、李辉煌弟兄从疾病危难里拉出来。我们要宣告，现在你医治的大能降临的时候，我们要越赞美你。我和我们的亲友要得痊愈和得医治。我们要为简明德弟兄的家庭来祷告。严世佩姐妹已经怀孕6周7天，预产期在12月初，也为他们的怀孕的一切平安顺利来代祷。圣经上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耶稣来是要叫你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这是主给我们的应许。相信在耶稣里面才有真自由，有主的带领，也才是真正蒙福的生活。亲爱的天父，求你坚固我们的心，赐给我们专注的眼目，单单的仰望你，奔跑不回头。我们将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阿门。是咱来上迎圣诗393首，俄罗全联文典主宰，请起立。也是刷咱请牧师来祝祷。咱领受，同心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恩典的主，阮感谢你，晓得你丰盛恩典，主你看重阮每一个人，想使阮拢有对主你来领受，逐人拢有一个老母，也愿你施恩赐福阮所有对主你来所领受这恩典，特别祝福伫阮的这正老母的顶面。互阮有对主你来的平安喜乐，也互阮心拢得到安慰。因为阮所培养的拢会通诚做主你所要欢喜看重的这器具，互这个一个这个兄弟主阮拢对你领受对你来的恩典祝福满满，诚做主你所要重用的器具。但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真正胜。各愿恁的心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吊恁的是信息，伊要正义。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个伫地，对即时直到世间的落尾。阿免。
避讳。